為我此前聊人情、談錢財、剖白人性底層規律的分享，私下留言說文字太過直白，撕開世間遮遮掩掩的真相，讀來心頭刺痛，直言內容太過殘酷，少了幾分溫情。我哋這裏先同各位講清楚，我從來不是刻意戳人傷疤製造焦慮，只是行走江湖10年，看過無數男女走完大半輩子，踏入古稀之年，落得一身委屈，兩手空空，讓人礙於情面，不敢明說的現實。攤開嚟講，玄學最重平衡，人嘅一生分3段大運：青年、中年、暮年，每一程衡量成敗的標尺本就截然不同。可惜世間絕大多數人按對同一套世俗標準裏打轉，活到70歲，依舊跳不出旁人眼光時就的執念牢籠人。20出頭正值青年，埋頭拼學，力爭學識，無可厚非。前路療法問是淘大世間最穩妥的敲門撒煙。到30-40歲中年大運，多數人為養家糊口，撐起門戶門面，追逐炫耀高低，存款厚薄社會名望，日日奔波勞碌。中年人嘅生存課題談不上對錯，只是時運階段。使然可世人普遍存在一個根深蒂固的誤區，總以為跨過70歲門檻，人生下半場的輸贏，依舊要拿嚟和旁人攀比。咁者終日盯着大家子女時而風光，名下物業幾套，每月到手，退休金多少，整日圍着鄰里親友嘅生活打轉。一番對比之下，滿心鬱結，越比較越認定自己活得失敗，不寡歡，白白損耗自身精氣神。以我常年冠冕相斷、八字看盡萬千萬年命格的經驗嚟講，人過70，整個人生格局早已完成一輪鐵底重組。青年中年追逐的財富、名望、子女榮光，到暮年盡數化作身外浮塵。所謂晚年成功，從來不要橫向對比旁人存款多寡、後輩出色與否，鋪開世俗強加給我們的枷鎖，本守住5件事，便是70歲之後旁人奪不走、金錢換不嚟的人生贏家。這5條硬核標準，無關出身家底，無關子女成就，無關退休金豐厚程度，你如何經營自己晚年方寸天地，每一條都藏着安度餘生、挑和自身命格的根本智慧。第一件事，手頭上握有完全由自己掌控、隨時能動用的活錢，晚年財星自守，安穩底氣。很多長者一輩子分不清真實底氣與紙面富貴的區別，執着於名下房產數量，早早過戶曾與子女、銀行卡、存折全數交由晚輩保管，密碼全盤交出，10年之後財產終究留給後輩，提前交出管理權便是疼愛兒女。可世事無常，人到70，身體機能逐年衰退，急症、住院手術、短途出遊、日常調養處處都需要延錢周轉。真正能托住晚年安全感嘅，從來不是登記在子女名下嘅物業，不是無法自主支取的存款，需徵詢任何人意見，不用看任何人臉色，當下即刻就能取出使用的活錢。我見過太多真實案例，不少長輩一輩子省吃拎用，衣食處處節拎，半生積蓄盡數平分給兒女，待到晚年突發重病，急需一筆手術費用應急，卻要放低姿態向子女兒媳開口討要幾番拉扯推鬧，冷言冷語接踵而至，單勒牙調理腰腿的小額開銷，也要反覆斟酌晚輩臉色。從前一輩子辛苦壞下的體面與尊嚴，在伸手要錢的一瞬間盡數崩塌。錢財本身無善惡之分，無掌控權嘅積蓄，只會變成束勒自身晚年的枷鎖。那可百字之中，財星為養命根基，晚年財星受制於人，便是身弱財散，一生勞碌到老無依。這裏所說的活錢，百萬千萬嘅巨額家底，哪怕手中僅有幾十萬，儲蓄密碼只有自己一人知曉，銀行卡存款單據自行妥善收納保管，不交由任何子女代管，便是晚年最大嘅靠山。為了成全子女富足無憂，掏空自己全部後路，留一筆完全歸自己支配的錢財，既是給自己晚年兜底避險，也是守住為人長者最後的體面。遇事不必低聲下氣，避息這份隨心支配的自在，再多房產物業也換不來。不守人總是養兒防老，可現實命格裏財權不在自己手中，兒女再好也難抵伸手要錢的難堪。
第二件事，對子女適度袖手旁觀，放下無底線付出的執念，分得清兩代人邊界，才少晚年身心損耗。傳統世俗觀念根深蒂固，多數父母天生認定要為子女操勞一生，撫養育兒女像大成人，待到退休卸下工作重擔，又無風承接做起免費保姆，日日幫子女照料孫輩、買菜做飯、打掃全屋，出自身退休金，持續貼補子女日常開銷，長年累月勞心勞力，熬壞筋骨，耗損氣血，到頭嚟未必能換來子女感恩體恤，反而極易滋生埋怨，遇事相互推撓。兩代矛盾根源都在於父母不懂放手，過度介入子女嘅人生軌跡。命理常說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每個人自有專屬命格與人生際遇。子女成年成家，獨立支撐生活嘅能力，父母過度插手，全盤包攬，看似是無私付出，實則模糊兩代人邊界，既拖累自身晚年清慳時光，也阻礙子女獨立承擔生活責任。晚年有福分的長者，要學會做一個偏愛自己嘅清間老人，不必事事以子女為先，把全部精力消耗在晚輩身上。日常相處只需保留禮儀性嘅溫和關懷，設備好紅包，週末偶爾相聚吃飯閒談，維繫淡薄平和的親情即好。面對子女無休止索取，長期托大孫輩的硬性要求，不必一味委屈自己妥協退讓，該抽身時果斷抽身，路便適度裝病裝亂作嘔，不必事事有求必應，將從前數10年耗費在子女身上嘅時間心力100%收回，全數傾注回自己身上。人到70，為家庭兒女奔波，勞碌大半輩子，後半生理應只為自己而活，放下無底線嘅付出，才不會在年老力衰之時落得身心俱疲、滿心委屈、無處訴說的下場。犧牲自我成全晚輩，在命格之中屬於涉身過重，自身氣場持續損耗，晚年多病多煩。第三件事，擁有隨時和消耗自己嘅人翻臉斷交的底氣，放下無謂人情枷鎖，咁鬆弛自在，回看完整一生。年輕時為謀生糊口，不得不遷就老闆迎合客戶，即便受委屈，也只能隱隱退讓。人到中年為維持繁雜人情往來，牛皮參與各類虛技應酬，攀比不斷的同學聚會，明明內心厭煩抵觸，卻礙於所謂面子勉強周旋，大半輩子都在委屈自身迎合旁人。待到跨過70歲，剩餘時日已然有限，不必再為虛無嘅人情勉強自己。所有消耗自身情緒、持續帶來負能量嘅人與社交，都要有果斷捨棄、一刀兩斷的底氣。有搬弄是非、四處嚼舌根之人，整日議論國家長短，拿旁人生活當作談談之。若是對方無端非議、刻意刁難、處處針對，不必隱隱退讓，敢於直接出言制止，收聲閉嘴，不必害怕鄰里之間生出隔閡。遠親近時常連上門，開口便是借錢索取各類無償幫助，得寸進尺，消耗你的積蓄與精力，不必編造委婉借口周旋搪塞。拒絕，不必顧及親戚情面，委屈自身。各類同學群、老友群裏，終日充斥怨婦攀比、怨天尤人嘅負面言論，翻看消息只會徒增內心煩悶鬱結，無需糾結旁人背後評價，群拉黑，徹底切斷無意義嘅情籠內耗。很多人到老依舊放不下人情枷鎖，總擔心拒絕他人會落人口舌，害怕撕破臉面，引來奸話非議，可到70歲才該徹底明白。舒適安穩，遠比旁人眼光、虛假社交重要100倍。命理講究身強，不被雜煞侵擾。那些搬弄是非、一味索取，只會帶來負面情緒嘅人，便是人生運勢裏的雜煞。時遠離，果斷捨離，不勉強維繫。消耗刑關係不必討好任何人，不用迎合任何無關之人，方能守住內心宋詞，感受大半。無謂煩惱人，活到古稀，合群證明自身價值，舒服自在才是晚年第一要務。第四件事，身體健康最簡單實在的評判標準，食得落睡得穩，排泄順暢，不必盲目跟風高，強度養生，飛出生理循環，便是上等皮囊福氣。很多長者晚年養生走入嚴重誤區，盲目跟風高強度懶練，執着每日徒步上萬步，攀爬高山，練習各類繁雜養生功法，
大量心力追逐所謂長壽法門，卻忽略身體最基礎的運轉狀態，才是晚年健康嘅核心標尺。無需刻意追求高強度運動，身體最根本嘅生理循環通暢調和，千金難換嘅康健疲勞。所謂食得落，便是脾胃功能強健不衰。七旬年紀消化技能普遍退化，不少長者食慾不振，進食少許便腹行難受。若是依舊胃口開發，體能接納，看見紅燒肉家常菜依舊心生食慾，足以說明自身氣血充盈，生命力旺盛。脾胃為後天之本，五行之中脾胃屬土，土旺方能承載氣血養分。今年脾胃不衰，能充分吸收飲食養分，身體才有持續運轉的根基。不用常年忌口進食煎熬，一日三餐切得香甜，便是養生第一要義。所謂睡得好，安眠藥護在入眠，夜裏不會頻繁起夜驚擾睡眠，躺下便能安然入睡，一覺安穩睡到天光。人老氣血偏弱，很多長者成年失眠多夢，夜半如轉難眠，睡眠損耗氣血，極易滋生各類慢性病痛。安穩無擾的深度睡眠是晚年最貴的奢侈品，夜裏心神安定，白日精神自然飽滿，少諸多病痛侵擾。睡眠養心神，心神安穩，五行平衡，少災少痛。所謂屙得出便是腸道通暢無阻，不受長期便秘、痔瘡困擾，如此短短數分鐘便能順暢解決。人體大半毒素依靠腸道排出，借速度放緩，腸道淤堵便會衍生多種慢性不適。排泄順暢代表全身代謝循環換轉均衡，寒熱調和，肌膚無淤堵之象，不必執着各類名貴之寶補品。睡排泄三件基礎小事，急苦調和平衡，便是晚年最實在的健康福氣，勝過萬千昂貴養生手段。第五件事，學會獨處，享受高品質的孤獨。不再為等孤身一人，獨處之中修出通透心境。世間絕大多數人到老最餘怕的，從來不是死亡，而是無邊寂寞。不愁長者認定晚年最煎熬的事，莫過於孤身獨處。電視機從清晨開到深夜，依靠嘈雜聲響填補內心空洞，或是勉強之抵進公園攀比八卦的圈子，和一眾老友整日閒聊攀比，用無意義的閒談打發時間。表面熱鬧喧嘩，就內心只剩加倍空虛落寞。我按過數，千分晚年命格引。人這一生本質就是一場獨行嘅旅途，無論身邊有多少親友子女，終究無人能全程相伴走到終點，本就是人生常態。真正通透有福的七旬長者，非但不會懼怕孤獨，反而懂得享受獨處帶來的清靜自在，在獨處之中沉澱內心，褪去半生浮躁執念，連淡然通透嘅心境。若身旁有老伴相伴，不必刻意尋找喧嘩話題，兩人靜靜並肩看落日，慢煮清茶慳談，平淡相守便是溫潤溫情。若是孤身一人，撥精神世界支撐，寫字作畫，侍弄花草，慢品咖啡，靜心讀書，尋一撳自己真正熱愛嘅小事消磨時光，不必守着手機日夜等候子女電話。晚輩的幾句問候尋，找自身存在感，不必奔赴一場又一場無意義的聚會，靠外界喧鬧掩蓋內心空洞。獨處之時，不必遷就任何人嘅喜好，不用迎合任何人嘅情愫，從自己嘅心意生活在安靜獨處裏，放下半生得失悲歡，看淡俗世名利攀比，褪去半生奔波浮躁，養出獨屬於晚年的清靜仙氣。熱鬧永遠是旁人的，獨處才是完全屬於自己嘅長久清福。能接納孤獨，享受獨處，晚年心境便再無空洞煎熬，心性平和，運勢自然平順無憂。以上五件事評判70歲後人生成敗的五大硬核標尺，各位不妨靜下心嚟自行對照打分清點自身做到幾件，看清當下晚年生活嘅症結所在，及時調醒自身活法。五件事中一件都未曾做到，便需要靜下心好好反思過往半生的執念，立刻做出改變，不由再把時間積蓄、情緒精力盡數耗費在不值得的人與亂碎亂事之上，為重心好好善待自己。若能做到兩三件，已然跨過晚年安穩的及格線，往後日子只需穩步調整心態與生活方式，便能過得平和自在，少大半愁苦煩憂。五件事全部做到，便是晚年生活的最高境界。勘破半生世俗執念，擁有爐火純青嘅人生通透智慧，縱使手握億萬財富，日
日周旋商場的富商，被子女亂視人情糾葛，氣得心崇難平也。遠不及這般自在通透的普通長者幸福。人過70，早已無需追逐世俗定義的功成名就，適度放手，子女遠離消耗型人際，肉身康健，心安獨處。這5樣東西穩穩握在手中，便是獨屬於自己，任何人都無法奪走的晚年福氣。數人一拜子，向外求索，幸福到老才幡然醒悟，安穩自在，從來不在外人外物身上，全部藏在自我掌控嘅方寸之間，不必緣慕旁人兒孫滿堂房產連篇。幸福終究是冷暖自知，自身活得鬆弛安穩才是最高級的晚年格局。讀到此處，不妨點一點訂閱關注，點讚收藏此文，轉發給身邊同齡親友或是家族群裏的長輩。步入暮年之人都能勘破世俗執念，放下無謂內耗，活得通透自在，餘生平安順遂少煩憂，多清歡，晚年大運平穩舒心。